当心来回应上帝。只是咱用信息伫92首，相信少年我主老会，咱起立来吟全首。只是咱靠着来读主祷文，请阮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我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我的人。无你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只是咱用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7节、12节到19节来刻。我来刻，请兄弟来念。我听上主。因为伊听我的声，听我的恳求，伊那尔较听我，所以我一世人要求伊。使梦的锁捆绑我，阴府的痛苦牵条我，我有拄着患难忧苦。我求叫上主的名，讲上主啊，求你救我的性命。上主赐我一切恩惠。我着安怎报答伊？我要碰救恩的杯，求叫上主的名。我要伫伊所为主民的面前，对上主谢我的愿。上主看伊献的主民的死，极其毋甘。上主啊，我实在是你的仆人，是你的奴仆，你主婢的囝。你已经打开捆绑我的锁。只是咱当心来祈祷。还有，我要对你献感谢的祭。要求叫上主的名，伫伊所为主民的面前，伫上主殿的亭内面，伫耶路撒冷。我要对上主谢我的愿。哈利路亚，称赞上主。只是咱当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在这受难周的时刻，我们安静的来到你的面前，思想的那一夜。在那一夜，主啊，你被出卖，却
却能拿起了饼为我们拨开，也拿起了杯来为我们立下新约。主啊，你明知道十字架就在你的面前，却仍然选择为我们舍命。你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你的宝血为我们流出，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乃是因为你完全的爱，完全的爱我们。主啊，当我们领受饼和杯的那一刻，求你带我们回到那一页，也让我们真实的看见自己的光景，也重新经历你的恩典。让我们不单单只是纪念，更是回转，更是降服在你的面前，更是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主啊，你使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那我们而死、由我们复活的主而活。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让我们在每一个时刻里，用生命来宣告主你的死，直到你再来。主啊，我们把荣耀归于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回到你的面前。我们在这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这是我来读圣经伫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23到26节。我对主所领受的，我嘛传予你。主耶稣予人出卖迄暝，伊摕饼，感谢上帝了后，擘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你牺牲，你着做这个来纪念我。照安尼食了后，伊搁碰杯讲：这个杯是新的约，用我的血设立的。你逐摆啉这个时，着做迄个来纪念我。安尼，你逐摆食这个饼，饮这个杯，是伫宣告主的死，直到伊来临。这时，我再用和合本的来念一次。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是从主所领受的。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宣告主的死，直到他来。”这是咱请杨志宏长老来分享，借着饼和杯立更美的约。兄弟平安，分享的大声，咱先压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予阮伫受难周拜时的暗暝，聚集伫圣殿来参加祈祷会。恳求主赐阮智慧，会当明白你要对阮讲的道理，嘛求主赐阮教业的气力，通照你的教示来行。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免。咱来复习今日的圣经节，咱同齐来读，吼。那准备好，咱就同齐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请。我对主所领受的，我嘛传予恁。主耶稣予人出卖迄暝，伊摕饼，感谢上帝了后，擘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牺牲的，恁着做这个来纪念我。照安尼食了后，伊搁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的约，用我的血设立的。恁逐摆啉的时，着做这个来纪念我。安尼，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在宣告主的死，直到伊来临。好，华语版，请。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是从主所领受的。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宣告主的死，直到他来。”阿们。以上短短40个圣经对咱有啥物意义？当咱心相信、嘴宣认的时阵，咱就甲上帝国的救恩有份。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相信什么？承认什么呢？相信耶稣是上帝独生子，伊为着咱的罪受钉死伫十字架顶，为咱流出赦罪的宝血。第3日国话，承认耶稣是咱的救主。伫福音书内面，咱若读圣经的时阵，咱会当发现讲，当耶稣世界传福音的时阵，伊常常用犹太人生活中熟悉的人事物来做譬喻。今日讲的饼甲杯，就是因的日常的生活。咱人是不是爱食、爱啉，才会当活落去？除非咱伫迄个非常的时期，什么是非常的时期？亲像咱禁食的时阵，也是咱破病无胃口的时阵，也是咱经食的时阵，也是咱安怎无物件通食的时阵，咱是不是就不吃不喝，没得吃没得喝？所以正常来讲，咱是不是爱啉爱食，才会当维持咱的性命活落去？好，啊，伫咧遮，耶稣甲学生讲，是叫学生食伊的肉、啉伊的血吗？应该毋是安尼。啊，毋过无了解圣经道理的人，讲咱啊，讲恁真残忍，安怎？恁安怎？食人的血？不是食人的肉、啉人的血，你捌听过安尼讲无？好像有诶，因为因未了解圣经的道理，无好好啊读圣经。那咱听到别人误解咱今日读的这段圣经的道理的时阵，咱是要安怎甲因来说明较好咧？吼，求上帝互咱有智慧啦，吼，常常准备好，啊，别人讲啥，吼。求圣神互咱安怎反应足紧的，随有话用圣经的话，用圣神提醒咱的话来回应伊迄当阵的误解，也是开玩笑、种种的即款，咱听了，这敢若毋是安尼哦，我圣经的道理毋是安尼哦，牧师顶礼拜毋是安尼讲的哦，好，所以恳求上帝互咱常常读圣经，当咱一工读、2工读，有一工真正咱需要回应的时阵啊，咱就有话通讲，而且是讲对的话，讲圣经内底正确的道理，毋是咱懒散解说、懒散讲的。对摩西带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了后，犹太人守真侪冬、真侪摆的搬过节。什么是搬过节？搬过节是犹太人的纪念上帝教因的祖先用羊羔的血抹伫因兜门的什么话？门徛伫咧门的框哦，门的眉毛哦横的。好，当上帝看到即家即户有抹羊的血，伊就安怎？
搬过去，伊就无甲因抬。为什么要抬？这是迄当时摩西要带以色列百姓离开的时阵，上帝和埃及这个王国第10个灾难，就是胎大囝，毋是人的大囝尔，连精生的第一个拢会死。你想看觅，人会死，动物死会有啥物货？臭味。所以迄个时阵，而且阁会啥？哭的声哦，所以迄暝吼，第一个搬过节，迄暝应该是要哪形容啊？惊吓，伫迄个足惊吓的。啊，毋过以色列人互上帝来保护，用啥物火？用火。迄当阵是用羊仔的火，啊，毋过。咱今日经文讲到的是啥物话？耶稣要用伊的火，所以耶稣甲伊的学生过上尾一个搬过节，应该是真特别的。为虾米呢？伊甲食的饼甲啉的杯，耶稣甲日常因食的饼甲啉的杯，甲伊家己结连。头拄仔咱有读到吼，摕饼祝谢了后，掰开讲啥？这恁摕去食，这是我的身躯。啊，搁旁杯讲，这是我立约的血，为着济人流出来，要互人。做得到下面，伫现场的学生，无人讲先生，你伫讲啥物？我听拢无，真正无人问咧，真正无人问，因袂明白、袂了解，啊，毋过无迄个勇气，通啊问耶稣讲：先生，拜托你讲较清楚的，互阮了解讲你到底伫讲啥物？因无问，哦。所以爱求上帝，互咱有智慧，该开喙、该问的时阵，爱安怎？有勇气来问，毋惊黑白问嘛，对不？反正我就是不懂啊，才要问嘛。回转向什么？小孩。啊，咱即摆年纪会较济啊，有人讲啥？烦恼、顽童啊！我着囡仔啊！我着毋捌，我着问嘛。啊，因为我要了解，我想要搁学，吼对。迄当时、迄暝、迄天，耶稣安尼讲的时阵，我相信学生有人心内有疑问，啊，毋过因无一个人拜托耶稣讲，请你讲较清楚的，因为阮真正听拢无。好，过顿工。学生亲目看到耶稣讲的代志，真实发生伫因的目睭前。这是一件足惊吓的代志，因为耶稣正做搬过节的羊羔，互人钉伫十字架顶。礼拜日，牧师嘛有讲到，钉十字架是一个足残酷、足残忍的刑罚，这是对迄恶贯满盈啊，那个很坏的人做的代志，迄血是流到焦，流到才死去的呢。所以，学生受惊吓，因为因的信用安怎？当下就崩溃了，哈！我的先生是安怎？伊无做歹代志啊，伊也无犯罪啊，为虾米伊会互人钉伫十字架？用遮尔痛苦的方式来死呢？学生是伫圣神的启示甲开破了后，才知影讲，
耶稣伫咧十字架顶做即件代志，是真正诶搬过节，哦，互咱人离开黑暗、罪恶甲死亡。写哥林多，咱头拄大概是前书还是后书？袂记得哦。前书还是后书？前书吼。写即张批信的保罗，伊虽然无甲主耶稣同坐倒食搬过节的暗顿，毋过伊应该无感觉有遗憾，因为伊深深知影，伊家己甲即个饼代表的基督的身躯同在。嘛，甲即个杯代表搁较水的药同在，嘛甲较早过去的信徒切切羡慕听候基督搁较再来。什么是更美之约？搁较水的药是啥物货？就是新的药，新约。好，旧约、新约，毋是干那讲是圣经哦。什么货？第一个是啥？创世纪，过来出埃及记，对无？新约，毋是干那圣经尔，古约、新约有几卷啊？27卷。好，对，好。啊，这个新的约更美之约是跟你讲啥？伊有3个重点。第一个是中保更美，第二个是应许更美，第三是下罪搁较彻底，哦，这是你讲啥？旧约的时阵，献祭爱用羊甲牛的血，啊是随便的人就会当去献吗？毋是的，爱祭司，甚至是大祭司，一年一遍去入去祭献所做这件代志。啊，毋过即马呢，是耶稣用伊的血来献祭，咱毋是透过精神的血，嘛毋是透过祭司、大祭司，是透过耶稣本人做咱甲上帝中间的那个桥梁，好，敢若保证人共款啦。咱若有啥物保人，即啦，人呆才会当保人，对无？是安怎？咱若欠钱，咱若借钱，爱有一个保证人。啊，我若走路，啥物人爱还钱？迄个保证人对无？啊，所以耶稣愿意做咱甲上帝中间的保证人，吼，中保。好，中保更美，过来应许更美。什么应许更美呢？较早的信徒是爱旧约的信徒是爱靠家己守足者律法条例，哦，惊伊犯罪，若犯罪就爱安怎？哦，爱去圣殿献祭咧，哦，旧约的祭有够济，哦，烧化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赔罪祭，哇，这拢爱安怎？爱带礼物来哦，炸礼物来吼，较有钱的，还是你犯的罪较大条的，就爱炸的物件爱较济吼，爱较价值的。啊，毋过当咱信耶稣了后，相信伊为咱流血，相信伊搁活，咱着有对上帝赏赐，互咱的圣神保惠师时常提醒咱、教导咱，互咱无惊歪错。所以这是搁较好的应允。咱因为圣神保惠师会甲咱牵架、甲咱陪伴，咱会当经历上帝要赏赐互咱水的性命。头拄仔讲有3个重点，第3个是啊，罪彻底得到赦免。旧约的时阵，每一年拢爱大祭司爱代表因所有的百姓去到上帝面前献祭，恳求上帝赦免。啊，毋过
下面一遍，一年一遍，啊，搁因家己的人吼，大大小小的，读拄啊，我读的遐济，所以其实以色列人和遮的条例安怎？压甲死死，安怎？这也心内底无自由，因为我惊我若做毋着这，我着爱摕礼物去圣殿来献祭，安尼我才会得到赦免。啊，毋过当咱相信耶稣基督，诚做咱的救主的时阵，咱的罪彻底得到赦免，一改就是一次，这个救恩就成就了。毋免今年的过偌节，互耶稣顶一遍；明年的过偌节，搁互耶稣顶一遍，毋是安尼，对无？因为当咱相信的时阵，伊已经活伫咱的心内啊。所以，搁较水的约，伊就是咧讲耶稣基督的救赎，互咱甲上帝建立新的内在的永远真亲密的连结。阿免感谢主。圣餐是咱不陌生的一个礼典，啊，毋过咱敢真正，咱信主洗礼了，咱敢真正归属伫这个饼代表的耶稣的身躯吗？咱敢归属于这个杯上顶象征的信仰吗？也是咱亲像古早时犹太人安尼，每一档拢守半过节，啊，毋过干那行宗教的礼仪尔尔，求上帝亲自对咱每一个人来讲话。这是咱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借着耶稣的身躯，互阮伫主的内面成做一体，互阮借着羊羔的保护，互阮有勇气来到主的面前，恳求你，互阮搁较刻薄你的同在，听候你搁来。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免。这是咱以献诗541首。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土风甲落雨，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土风甲落雨。分享，通着倒，快快乐乐传出去。听着分享，通放屎，把机会传出去。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土风啊落雨。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土风啊落雨，听着分享，通着倒，快快乐乐传出去，听着分享，通放弃，把机会传出去。咱
徛着台他书头圣经来告别咱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岛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这是咱用颂言389首。当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予恁一真正圣。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只要恁的是信实，伊也要请伊。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咱今仔日的受难周的祈祷会到这。今仔日拜四伫咱的今仔日经文，就是主耶稣伫咧今仔日甲着咱的甲伊的正文图啦，迄个最后晚餐就是在这个时间啦所以咱照理讲。若要圣餐，应该是喺今仔日啦。期待有一天，咱的这个受难周的拜祀，咱来用来用圣餐，搁较真实用到伫主耶稣，伊伫咧迄天，伊毋若是干那迄天带领着门徒安尼伫遐安尼甲因最后晚餐。也像今仔志宏长老所分享到的搁较要紧的是，伊各怪伊要诚做迄个受台羊羔，所以伫咧今仔日了后，主耶稣伊就安那预备他就被卖是今天的晚上被卖耶稣他这个时间如果按照那个规定，那个应该是他就是吃晚饭的时间。我们现在已经吃过了晚饭的时间，所以耶稣现在这个时间应该在哪里？在客西马尼园他在那边甚至祷告到那个汗如血滴一样所以那再过来呢，耶稣在今天的这个晚上。他就被门徒犹大出卖，卖给了这个祭司长跟这些长老，就被抓，隔一天，就是说礼拜五的早上，他就被送到公会，所以耶稣是在礼拜五的正中午，那个被定，所以那个。我们可以在这个受难周，特别在今天这个时间，甚至到明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我们与耶稣一同来经历他的他为众人所受的苦难。那所以鼓励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明天我们一起来参加我们整个南洋区的这个
受难周的这个圣餐礼拜我们一同跟我们所有南洋区的众兄姐一同来纪念耶稣的受难。好，以上我们可以安静默祷。